马祖用菜说，信徒就是爱小天上。马祖娘娘，今日小天上来到了位，想要请求你，爱天上上一离开，一因而住的所在，过了湖水桥，到了台湾的所在，前去打拼赚钱。所以根本伊来到美好的所在，我连问马祖婆，来做唔做得去到台湾的所在呀？马祖拥有菜上，心灵修炼。今天同了天上送一类菜词题，因为我父天上想要去台湾打拼，不过听人出去讲，爱过了湖水桥，甚将一桩危险的事情，故说公婆送一类菜词题，想要强势马祖娘娘，咁做得本爱天上顾台湾。是，生。秀莲啊，来想讲，因你来跌高看看呢。马祖娘娘猜说，地下天上啊，想要来跌高。我来问看，来敢做得到了台湾的所在，那是做得像马祖娘娘是爱山阶升高。你看到吗？你看到吗？马祖婆一答应本来去台湾，答应本来去台湾，你做得放心嘞。好啦好啦，我看你哦，分析都很有型。既然连马祖娘娘你这答应呢，今日也唔来主动天上你咯。阿娘儿来做得去么？当然，不过你应该要先感谢马祖娘娘寄来庇佑啊。错，我分析一下，我就唔记得嘞。哎呀，感谢马祖娘娘。秀莲，呀，你准去来准备。好。主任，你都未答应本地去台湾。你的了两啥不用担心，我乃是有安排。来，70年顺风耳，前去保护的小天上，不要本他撇了水归为海呀！遵命。秀莲，你放心，我那是到了台湾的所在，我会好好打拼。来，也是人头下本来的安家费，我天金也已经拿咧，我也应该要离开，应该休息，要麻烦你好好照顾了。天上，那么你等我一下。我可以让你准备报复。秀莲，真是多谢你啊！夫妻一场，何必设下呢？
便先来去准备。阿爸，救义，你回来了呀？唔错，救义啊！阿爸有话人唔讲，俩下阿爸要到台湾嘅所在存钱，本意啊，让人嘅阿妹好好过日子。你在屋口嘅所在，会好好听呀阿妹嘅话。阿爸啦，那是离开了后，屋口嘅所在只剩你一个人。你就係唯一嘅男子漢，愛對阿爸好好照顧人嘅阿妹，對麼？阿爸，有義的，你放心，有義會好好聽阿爸你嘅話，照顧阿妹，唔會俾你擔心，因為有義愛已經係男子漢咧。唔錯，叫佢，你真是乖呀！天上，你所有嘅盘缠，全喺了嘅包袱裏面，自己出門在外，一切就要小心嘛。愛弟，修煉啊，叫你就交俾你了。我下嘅所在，要麻煩你好好照顧，讓我家家出來，讓你哋團圓。為了理想的家庭。你家庭干了修炼的永城，虽是不牛。有爱恨，已经分享富贵里。临别意，情重，情重，千年万一对义公，父亲放心，大表兄，爱爱乖。
爱春小心图生父，有意为小母后。苏心梦风动，暮暮就爱向来送，双脚出他运之路。 希望有神来相助。敢主动爱嘅好事情，台长有怪，你也敢兴风作乱，伤害人命，今日本县驾到，不准你伤害人命，尤其是此人，你动他不得啊！你条两晒也真奇怪，俺同我是马个人，和我经过人条嘅同一不什么？有怪，你还是谈来改天，转去修炼吧。哼，我看你两晒多管闲事，看到。
先来看看小天兄，搓搓搓。看你，来，终于送到岸边。空龙一棒。哎呦，中国啊，乜个台湾好啊？内地哦，却是啊，名送才子哦。俩条人啊，全唔知哦，个数十年的辛苦啊哈！你看啊，俩海岸边啊，俩纪念中间啊，添了啊多少个缘分啊！唉，莫讲俺多闲话咯，夹夹哦，来一天数事较要紧哦。哎呦，该没有忘一张人呐！哎呦，很可怜哦。哎呦，没事耶，让人没事。
来吧，一下就会转来嘞，又会安救嘞，都还忙回来，以前随时都有阿爸陪得爱了，两晚想要见阿爸一面，都见唔到。阿爸，有应该真见同乡伊，阿爸。看一生相逢面孔，心中不散同联动，有一丝情难眠。一生却不受昆虫，谁苦守千回笼，一年又一心风风。不自取，情黑变心，最飘逸爱情天空。幼稚啊，你是用班的呀？用班你给两给我。阿妹，阿爸又会还忙转来，你唔係講阿爸佢一下嘅就會轉來咧嘛？原來係有戲啊！上阿爸上多久，是會本人笑哦。阿妹，你自家也係啊？俺不是條上阿爸上到，啲嘅條條嘅叫。